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看到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是愈传愈猛啦吼，确定这个病例数已经超过17当前的这个 SARS， 已经有7800多名不幸死亡的人数，到达有170个人。这个感染的这规模，咱讲是大过 SARS， 爱有长期控制的这个准备。咱看到中国国内哦，上尾一个无患者的西装，今仔日嘛逼出一站病例。世界各国咧，亲像芬兰嘛出现着头一个患者，佮有日本派去武汉在侨胞的这个飞行机哦，嘛验出着3个病例。咱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到底是咧创啥物？这个当咧会议啦吼，但是有甲台湾是列做因的这个目标无，咱看目前也是无啦吼。咱讲因即阵咧讨论讲是要甲列做是这个国际上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无咯吼。咱讲台湾有8个患者是确定这个诊断出来吼，不过因进前开会，台湾拢无摘掉去参与，即摆嘛无邀请到半个这台湾的专家，外交部者嘛是表达着这不满。世界顶嘛亲像日本、加拿大来挺台湾，要来做伙来防疫。今日咱台湾新一届国际新焦点要带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关心。今日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对话，第一位是咱前卫生署长叶金川。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哦，咱这个署长哦，较早嘛是咱抗 SARS 这个英雄专家啦吼。第二位咱要邀请是现主席，也是无微无至的是卫福部疾管署防疫医师郑鹤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真正是这几日啦吼，真正是介辛苦啦吼。第三位咱要邀请到咱的老朋友金健康的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第四位咱要邀请到台湾小儿科医学会副秘书长这个詹正俊医师你好。好，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是哦，咱就先要来邀请到咱的这个郑署长啦吼。咱来看到即阵这个抗 SARS 的这个经验，刚好它都用伫即阵的这个对抗着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部分咧。这两个病毒吼是无啥完全无共吼。即马这个病毒吼较感染力较细，是，但是伊的迄个范围较大吼。因为有足侪吼是无症状、无发烧，伊都有的病人是。这不是武汉病，这不是武汉病毒啦吼。不过咱看到这个，大家都会惊吓，但是这不是啦吼。是，我早喙暗啦吼。无吼，伊这个吼，咱台湾这种是这拢为武汉来。是。也未真正有社区啦。伊有一个太太感染了因翁安尼尔吼。咱就来看讲，即摆第一波是武汉，第二波是伊各省，包括全世界。是。即摆就来看第三波吼，就是可能搁10天啦吼。是。伊迄个各省有变做大的社区的。就是讲这个封城了后，看有这个规团。对。无啦，像上海、北京啦，什么河南啦，遮吼，因有搁再团去像武汉那里。若无就较好控制啦。是啦吼。咱台湾这种也未甲迄个社区感染，大家免紧张啦。免紧张啦。做，即摆都爱靠因啦吼。防疫医师。伊第一迄个 SARS 伊是入来台湾啦。即摆伊也未入来。是。伊啊，吼，咱都爱靠防疫，第一线防疫，第二线医生，吼，小儿科医师，所有的医生。还要靠病人，即摆有转来病人，你爱。老实讲，你的迄个理由是吼，爱甲医生讲，较紧知影就较紧甲封起来，安尼都袂入来台湾啦。即阵的情况是安尼，甲 SARS 已经入来台湾吼，都规个和平医院、规个台湾拢有病人啊，再要去处理，当然是足歹处理。是啦吼，所以咱讲即阵头拄仔甲私底下甲咱的防疫医师、郑医师这个来讨论，就是讲咱即阵防疫这个部分，真正是做甲真超过啦。所以这个超过就是讲，咱已经做甲这个真棒啊吼，就是讲想办法伫咧第一线都甲先甲封掉啦吼。咱即阵真正是无微无至啦吼，先甲咱观众朋友小解讲，最近咱这个8个案例，咱即摆是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啥物？这个病毒因一开始是伫武汉发生啦吼，所以即摆所有的病人，世界大个国家伊的病人，其实拢是对武汉转来的人吼来传开的吼，还佫有发病吼，所以阮上重要的第一件代志就是爱去确定吼，
每一个对武汉倒来的人，到底是有无镜头，还是无镜头？敢有发烧？若是伊有镜头，咱伫机场来甲伊动起来，就请伊去病院过隔离，我会帮伊做检查。剩的就是讲，若无镜头的人倒来的时阵，阮拢会甲伊个做一个宣导，甲伊讲啊，咱若是等处理，这14天要做啥物代志？因为阮讲这个病有可能是倒来了后14天内底，拢有可能去发病，有可能有镜头。那只要你有镜头，你就要通知迄个卫生局，就要甲伊讲，阮对倒位倒来，有可能是这个武汉肺炎的风险。是。那我有镜头啊，请你帮我安排，我们去看医生。是。后来所有的工作啊，就互卫生局来安排，就免烦恼。是。那就亲像阮所长讲的，这个病毒还袂对阮的社区规摊开，阮无社区的病人是真正是有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大家伫社区是免足烦恼的。主要是讲，若是你有确定你是有拄到这个，因为阮一共有8个病人啊，你若是真正是这个病人的接触者，那阮的卫生单位拢会甲你通知，看你需要做啥物工作，你需要伫你处理，隔离14天，亲像这个工作，那就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我听讲今日有一个。接触者就无配合，已经去互卫生局讲要来甲伊发啦，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因为你配合着大家拢会足安全的，无代志。但是你若无配合，你去外口拍照，其实是会造成大家的困扰。而且你若真正发病，你会甲迄个病毒直接过伫社区安尼过摊开，安尼其实是这规个防疫的措施是会有问题的。有影吼。所以咱讲到进前这个高雄有一个这个台商啦，过去这个舞厅来去啦吼，真正是对这个疫情可能控制都是有这个老高的这个所在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全球团吼，这个地图是安怎来看？咱看这阵吼。这个确定，这个诊断出来这个病例有这个7864例啦吼，这个咱是目前录影这个部分啦吼，希望咱台湾是都莫阁增加。中国因为这个暗坎疫情也是无，这可能这个数字是咱昨看甲即阵看是规个是安尼增加几千个人啊吼，所以咱看到即阵吼，中国的这个案例有这个7758例是确定这个诊断出来啦吼，死亡案例有170例啦吼。好，你刚才这死亡的这个人数也是伫中国内底啦吼。目前咱讲各国伫咧对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部分，伫这炸掉这确诊的这个病例虽然有增加，但是无像这个中国增加遐尔济啦吼。这是咱看到全球上新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咱嘛有讲到吼，这个上新的这个疫情，全球安尼看，咱头拄有讲到这个飞行机。日本的侨胞去甲载，有3名这个病例啦吼，芬兰嘛出现头一个案例。咱先来看这个全球疫情是安怎来看，咱做伙来看。武汉肺炎疫情拖了真紧，伫1个月内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3年的 SARS。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伫31早起公布上新的疫情统计数字。伫29天，中国境内就增加38件死亡病例，全中国死亡人数增加到170人，确诊病例累计是7711例。西藏也出现第一位确诊病例，中国所有省拢有病例。疫情上严重的武汉，当局日前宣布，要伫6天内起2栋专门收容武汉肺炎患者的病院，第一间户名叫做火神山病院，目前已经强要完工。预计会当收容1000张病床，将会伫2月初3正式开营。基本上是早上7点到晚上12点，然后中间的话，休息1-2个小时，24小时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除了中国以外，已经有16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芬兰的国家卫生及护理研究所29宣布出现第一例患者，是一位32岁来自中国武汉的旅游客。伊伫咧武汉当局封城的前一天离开武汉到芬兰旅行，目前人伫咧病院接受治疗，估计可能有15个人甲伊接触过。Todellakin tämä on nyt ensimmäinen tapaus tätä uutta. Muistutan, että Euroopassa on todettu muutamia tapauksia jo aikaisemmin Ranskassa ja Saksassa nyt hiljattain. 法國官員伫29日宣布出現第5件確診病例。法國、南韓宣布將會派第一台鐵橋專機到武漢。伫澳洲、紐西蘭、土耳其、馬來西亞也會派。幾多間航空公司也停止所有飛中國的航班。另外，日本政府安排第一台鐵橋專機已經登到東京，機頂200多人內面有3個人驗出新型冠狀病毒。
日本的确诊比例增加到11例。一个疫情升温了，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时间30会阁开紧急会议，讨论是毋是甲武汉肺炎列做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伫暗时也会开记者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到底这个 WHO 无甲这个台湾列做是这个防疫的这个第一线啦吼，咱阁防排除伫外口，这个政治因素感染到咱过去咱讲台湾 can help， 这回咱嘛主动甲这个真招稳啊吼，但是咱看到这个国际列做是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紧急事件，过去敢若这个5个例啦，亲像 H1N1、Ebola， 这拢是这个过去这个案例，若是。真正甲这个武汉肺炎列做是这个国际这个紧急公共卫生这个紧急事件，这对这个中国有啥物影响？咱请苏庆姐。咱来讲吼，咱来想看卖进前迄5届啊，其实呢有几啊届，你会感觉疫情啊，恐吓无咱即届遮尔严重，嘛无拖遮尔济。譬如讲第一届，大家应同意第一届新流感 H1N1， 确实是吼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可是。第二届呢，比如讲有迄兹卡病毒，还有一个是迄个小儿麻痹这个部分，尤其是兹卡病毒这个所在，你看其实伊影响的范围哦，一定无即届的这个武汉的肺炎遮尔严重。所以咱来讲吼，进前伊无甲伊列做是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吼，应该是一个误判啦吼。大家拢想讲，是安那你会感觉伊无严重？大家来滚生笑讲，是毋是因为第一？因为欧美迄当阵无遐严重，所以你就感觉无严重。第二也是因为讲，因咧投票啊，你决定的过程当中吼，咱中国伊的影响力较大。是。这就是一个真重要代志。现在讲，咱即马伊也列做这个紧急事件了后，伊就看者伊是个国际的事件吼，国际的事件，比如讲，伊国甲国中间，咱能毋是讲你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咱即个跨国境有啥物用的紧急处理，可能用提升。所以其实是真正是无共款。搁较重要的是讲吼，我感觉其实即届的防疫吼，搁一个咱同爱注意的所在是，因为咱进前咱拢认为讲，即马病毒看起来咧武汉、咧湖北，可是大陆的其他所在，到底伊即马真实的状况是安那？老实讲，唔知咱唔知，我感觉 WHO 伊家己嘛无清楚。是。虽然讲伊有开放讲，就接下来伊 WHO 的官员可能会去看到底是啥物情形，可事实上伊即个。这么大个国家，这么个身份，你敢唔把拢看？你真正拢看，你真正去看。我想讲，进前咱署长伊嘛知，你SARS个期间啊，嘛有 WHO 的官员去看。看的时阵，结果呢，听讲嘛，迄当阵的时阵吼，因为着讲，莫互 WHO 看到遐尼济病人吼，迄病人给搬出来，放喺迄个救护车顶管嘛，规个谁人去洗嘛，等因走再搁放落来。所以到底有啥物人会用真正看到伊的？即摆即个流行的情形，即摆死亡的情形，即摆其他省市的情形，我感觉交咱咧同近的台湾人同了解伊，可是伊佫无互咱看，无互咱去了解讲因到底啥物情形，所以咱变做讲咱用咧外口来看，就感觉雾里看花，你知哦？咱即摆感觉人讲迄瞎子摸象，即个病毒到底啥物情形？即个病到底通啊啥物情形？咱拢是我接到即病，我咧看伊可能是从开始感觉讲有很多的人传人啊，无遐尼高传啊，画着应该是爱做麻才去画着，到壁毋是呢？你看即马迄个日本迄个2个病例，开车的，甲迄个咱的车长小姐，应该无像迄翁仔某遐尼接近嘛。伊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底，咱同坐车较久的嘛，有可能为着对不对？你看法国，法国迄几年，伊个讲有中国来的同事同齐来咱法国来做一个在职进修，结果呢，伊转去了后，逐个同事4个都发病。你有想迄个中国的员工是倒位来？伊毋是武汉来的呢，伊是上海来的呢。可是中国嘛无甲咱讲，伊到底即个上海来的员工，伊探互伊的同事，即个上海来的员工，伊伫中国的时阵，伊敢有？甲武汉的人啦，因是有厝内的人是武汉的人吗？还是有去武汉耍呢？咱拢唔知，因为即摆同大的问题就是，伊的这所有的讯息资讯无透明嘛，咱嘛唔知，伊要甲咱讲的时阵，咱才有；伊唔甲咱讲的时阵，咱拢无。所以咱即摆变讲，我即摆要防疫，现在因爱做超前一步。那你有讲吼，你甲防疫医师因讨论的时阵讲，咱有做较超过，现在超过，因为咱其实真正唔知伊即摆真正的情形是啥，所以咱只好甲即个
防守范围扩大，有影，该坑够啊大，咱才会想讲安尼才袂漏节。所以现在，咱一直咧讨论讲，即马这个节骨眼，连安倍晋三都讲，咱应该去，互咱去这个 WHO， 因为伊嘛惊讲安尼个拖落去东京的奥运无办法，是不是？伊嘛是会紧张啦。所以怎样说，互上立委同我好，互上立委同了解中国咧创啥？台湾这边是，像咱拄着这款歹处边啦吼，咱。真正爱做较进前，做较超过啦吼，这是这个防疫这个期间上较爱注意。尤其咱讲，就即阵咱讲有8个例啦吼，好你刚才小连续这2天暂时也无这个案例个新增加吼。不过咱要带大家来回顾，就是讲过年甲当啦吼，咱台湾目前有的这个8个案例是安怎来发展的吼？咱看到到这个1月30吼，就是今日4点这个为止啦吼，台北2例，中部是4例，高雄有2例啊，拢总是8个案例。咱看到这个1月21吼，这个就是第一例是55岁，这个女大生哦，是全球第一位非中国籍的这个患者。第2个例甲第3个例吼，就是咱这个湖北省这个中国观光客啦吼，啊，甲高雄这个10部的大伤。咱看到1月26吼，第4个案例，啊，捌去过中国武汉旅游的这个50多岁中年妇人人啦吼。咱看到1月27是第5个案例，是捌去过10月吼，捌去过武汉做工课这个女大伤。啊，1月28吼，新增加有3个案例吼，啊，其中一个就是咱头拄仔讲到吼，伫境内吼是家庭这个感染到，就是第5例这个病患的这个翁婿吼。啊，咱看到这是咱目前台湾上新的这个案例啦吼，咱继续先来请教咱的医师啦吼，就是讲今日应该是诊所这个过年了后第一天开诊啦吼。阮昨就开始。昨就开始啊！啊，这个案例大家会惊吓无？大家拢甲你问啥？即嘛是。病人为倒位来，咱唔知。即摆过年到啊，真侪大陆转来。是。啊，转来的时阵，有病人无讲清楚。啊，你爱问倒位转来嘛，无要讲清楚。啊，阮甲健保署反映讲，啊，即马你也插卡来你看，会使看哦，伊1月22为个武汉来转来，伊会甲你提醒。啊，第二，阮嘛希望讲大家讲清楚，因为你也需要做检查，哦，转来1月22有发烧的，爱做检查，你跟较紧。去发烧筛检站，吼，阮着爱甲你卖几排，搁传互较侪人，来诊所就足麻烦的。啊，阮嘛有开始1月2号，阮伫立法院有一个记者会，迄阵就宣布啦吼，我甲儿科医学会规拢宣布。较早阮若拄着发烧的，啊惊流行性感冒，拢有的病人要求拢做一个检查，一个快筛。是。即马就毋免快筛啊，直接就互伊。流行性感冒的特效药啊，哦，这阮拢讲啊咧，阮咧囡仔科啊是鼻喉科，常常爱去输片啊，阮尽量莫做食的，食拢较会传染。啊，即摆可能大家会讲啊，医生咱拢较无啊骨力，我甲大家讲啊，歹势，阮即摆防疫第一重要。非常时期啦。非常时期。哦，啊，毋知社区啥时要进来，但毋知影。啊，大家拢口罩拢戴咧好咧。哦，啊，即摆是所有的病院诊所啊，肯定都要戴口罩。有影，这喙暗啊挂好势。喙暗挂好对。对，咱先请医师甲咱正确这个挂喙暗的有啥物撇步方式无？对，挂喙暗第一个，你啊，有人是有对折，有人无对折。啊，对凹遐。对凹，你后边你较好治吼。是。啊，无对凹嘛是会使，但是尽量吼，咱莫为边仔掠，莫掠着迄个内底吼，这个遐偏的所在。是。吼，啊！你后壁的时候，你外口尽量莫去摸，因为你外口是垃圾的所在，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泥边啊，这个两角啦。你摸这两支是上好啦。是。炸起以后，啊，你耳仔打起。是。啊，再甲扣落来，扣到下巴。扣落来。片啊，一定要看好掉吧？看好掉。是。啊，你这有一个铁线，有人敢凹出来，拄好甲我问我讲，迄是较无好啦。拄好你的脸型足奇怪，普通是莫安尼啦。你讲惊目镜污去，吼，啊，则尽量搭你的片啊，甲搭好掉，哦，这袂漏开，啊，下骹安尼，吼，啊，你真正搭咧好，叫我搁喘气哦，啊，数加空气，不，你密合得很好，啊，伊会安尼气库，表示你这有搭了，是，这吸气啦吼，看这喙暗有搭好调无？啊，就尽量就莫搁搭喙暗就上到好处，你就袂去摸你的片啊，袂去摸你的。啊，问题是你即马你的鼻道入来拢伫咧外口即位防水层，防水即层，啊，你就尽量莫去摸。哦，你要摕起来是嘛是共款，你外口莫摸，迄外口是垃圾。
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挂喙炎真正是有撇步吼，你这个抓车，嘿，你要收的时候对折，还是要直接等去你的塑胶袋弹掉，对折折掉，等去你的粪扫浪去。医师头顶嘛讲到吼，最近咧看病时阵尽量莫去这个数这个这个检查这个部分啦吼，啊，今仔这个瓜市长嘛讲吼，可能这个爱挂目镜，才有差多啦吼。有个护目镜，护目镜。安全无共款一款的。迄是讲到第一线这个医护人员，还是讲尤其是你若要做咱咧武汉迄病毒的检查的时阵，一定爱查的，所以诊所无法度做，迄拢伫咧病院做。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防疫期间非常时期，要有这个非常的这个做法啦吼。继续咱们先来带大家来看讲，这个台湾这个备案的吼，这是安怎处理的吼？啊，过去这个防疫方式，啊，甲病院这个战级吼，这个防疫战级拢有较欠悬吼，咱先做回来看。一透早病院门口都有不少民众排队抢买喙罨，因为即马到病院需要挂喙罨才会当进入。台大病院也伫门口设置红外线体温监测器。为了应应大批患者突然涌入，台大病院自29起比照 SARS 当年措施，伫旧大楼边仔的红砖大楼，另外开设疫病门诊，专门提供14天内为中国大陆地区转来有发烧也是有呼吸症状的患者挂号看诊，和武汉肺炎潜在病例患者分流就医。如果我们早一点把病人分流的话，他就比较不会跟一般正常的病人做接触，那就比较不会有产生感染的机会。台大病院表示，疫病门诊是由感染科也是胸腔科、内科专科医师支援，会随进行流感快筛加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核酸检验，有独立的挂号柜台、抽血检验加领药啊部门等。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就会后送到负压隔离病房隔离治疗，袂甲一般的病人交叉感染。因为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到即马累计有8名确诊个案，甲确诊病例接触者累计有460人。有感染症专家烦恼，当年的 SARS 是发烧了后才有传染力，也毋过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轻症，还是无症状带源，都有传染的风险。武汉肺炎它是轻症很多，甚至无症状带源者都可能会传染给别人的情形之下，会造成社区感染的风险的确是很高。用人为的方法去做检疫，能够把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完全像 SARS 那样根除的可能性也很低。根据台大病院统计，疫情门诊开设的第一天，就有18位民众挂号看诊。若讲发现病人无符合挂号的条件，也会安排转诊到急诊就医。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咱是讲到吼，咱这个防疫真正是做超过哈，咱看到这个台大嘛，这个疫病专门的这个门诊啦吼，咱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甲 SARS， 咱先过来做一下这个比较啦吼。尤其咱讲到这个2019年哦 ，2019 这个 novel coronavirus 吼，就是咱讲这个武汉肺炎哈，甲过去这个 SARS， 这个咱头拄嘛讲到伊这小可无共款啦吼，就是讲咱看到这个2019年哦12月初，伫咧中国湖北省哦武汉市啦吼，伫咧爆发的这个地点，啊，咱讲这个传染这个方式吼，近距离这个这个烂手啦吼，就是咱讲华语的飞沫啦吼，还是讲有接触直接还是这间接吼，这个传染这个方式。另外咧，甲动物可能嘛，佫有这个传染的这个风险伫啦吼。毋过这还佫是等待厘清啦吼。啊，咱讲到这个华语讲的潜伏期哦，台语或者是阴足期啦吼。上长是14天内啦吼，啊，毋过咱台防疫医师伊嘛讲吼，上紧伫咧3天5天，啊是讲5天7天内底，这个阴足期对这个有可能有这个症头出现，亲像是发烧啦、咳嗽啦，是讲这个咧喘气时阵会较急，啊，这个喘气有较困难吼，啊，咱就去照这个胸腔这个 X 光啦吼，啊，若是发现这个肺部有病变啦吼，啊，目前这个动物的这个住伫倒位，都是。带源的这个部分吼，也唔知是倒一个啦吼，也咧查。啊，咱看到 SARS 是2002年11月初啦吼，2003年这规个这个大爆发。啊，传染的方式嘛是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烂手这个传染的这个方式。啊，这个阴足期是2天至7天吼，啊上长到10天啦吼。啊，共款，咱的疫症这个镜头有这个可能嘛是有发烧，但是咳嗽吼，啊嘛是有这个喘气困难。但是咱要过来请教咱的署长吼，虽然讲过去咱这个抗 SARS。是迄当阵病源已经拖来到台湾啊，啊，即阵咱做是做较超过，但是
咱咧讲，这个目前也查不出伊这个原因是啥物？这个我想这个吼，伊是倒位来吼，是其实是未来的代志，你知道？因为是咱这边控制了以后哦，你是迄个是非迄个是蝙蝠啦，还是我别讲，还是迄个果子狸啦、马还是什么呀？迄是以后的代志，就是讲唔能够食迄个野生动物，莫个食鸦片。这边都已经来啊，而且已经变做人传人啦，所以先甲这边的代志先甲解决。其实吼，你即马这两个要分吼，用症状分袂清啦。嘿，最后还是爱去做检验哈。啊，这个吼，拄我讲伊上重要就是讲。伊真侪是无症状，无症头，还是讲无发烧，伊就开始咧传啦。所以有咧讲，这个可能超级传染者是传播者啦吼。哦，迄是伊有病的时候，伊会传有足侪人啊。但是这症头，但是伊有一寡，就是讲咱用发烧吼，无法度挡你就掉。可能你若 SARS 可能9成5到都大部分拢会甲挡嘅。但是你若这吼。说不定7成8成挡会掉，剩的会入来社区。入社区吼，其实就靠医生甲病院，你知道？因第一线嘛，伊尾啊，伊会搁走去病院，啊无就家人，伊会传到因兜的人啊。这个还是最重要。拄我讲我走去，你咧去用监控的时候，搁去走去舞厅吼，我搁进巴黎，我拍照。这较紧个罚30万哦，摕出来互民众看哦。讲这款你会用法咯，你唔通乌白走哈。你用电子监控，伊嘛会甲你作弊。所以交罚钱吼，互大家唔敢乌白走哈。爱照实讲，你无照实讲，你大家拢听无，明明就咧发烧，明明就咧扫，搁听无，都交罚钱啊。咧伊则袂这个病毒吼，则袂入来社区啦，可以入来。病院是咱的医护人员倒霉了。病院无抓到的，伊走去社区打社区，敢若海底捞针的，无法度像 SARS 遐好处理呢。所以这个阶段吼，对这个武汉病毒上好的办法，还是讲要甲咱讲国语我这样讲啊，阻绝境外吼，该主动起来。主动伫外口，中国囥喺中国，唔能够入来。上好的办法就是咱防疫医生病院诊所然后就是遐要转来遐，不管有带源无带源，你爱老实报告你的情形啦。是啦吼，咱讲到这个防疫这块啦吼，咱真正头拄仔讲到这个。注意防社吼，即阵可能也咧做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啦吼，这个香港、美国、澳洲拢有咧做啦吼。咱讲到这个全球拢咧挡即块啦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WHO， 咱无伫这个内底，但是咱伫咧防疫者吼，爱安怎去甲这个国际来接接？咱亲像头拄仔咱私底下咧讨论的时阵。咱这个医师嘛讲着吼，咱即阵甲美国、甲韩国、甲日本，其实拢有接伫咧吼。所以咱伫疫情即块，虽然咱无伫 WHO 内底，但是咱伫即块是袂闹交去的吼。对，因为大家拢讲啊，就是足烦恼，迄个中国迄个讯息是足无透明的，无透明。所以，但是这无关系，因为阮已经是用上悬的标准、上悬的设备甲措施来做这个防疫工作而且，阮甲美国、甲日本、甲韩国这个国家，因拢有迄个对中国来的病人，阮拢有伫交换阮的讯息，所以阮会当知影其实是啥物样的状况，阮较会烦恼讲是病人会出现伫社区，是讲伊是伫啥物时阵会开始破病伊个伫病院有啥物状况，阮拢会当交换这个资讯，所以是免烦恼讲中国无讲，阮就啥物拢毋知啦，但是阮真正是爱想较济啦，就是讲，拄则蒋医师嘛有讲，若是讲病人已经出现伫社区，规拢看开的时阵，安尼医生嘛会足烦恼，病院嘛会足烦恼，因为拢毋知啥物时阵病人会出现伫病院，足歹去预防的，所以阮会实上足济的情况，第一个，阮就要对源头来开始做管制，阮第一个是袂当互病人入来，若是入来袂当传染互别来人，咱确定伊拢是对中国来的人，咱来做管制，请你伫处理，
带14天，对啊，莫出来拍照，哦，若是有发烧有破病的时阵，请你通知阮，莫家己去病院，哦，因为你若是家己去病院啊，这个规定无滴喙汪，啊，个规定嘛有可能去坐公车，还是讲接温，安尼你嘛有可能去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请你联络阮的卫生单位，哦啊。所以对安尼啊，而且是有病人的时阵，吼啊，你的接触者一定爱听阮的指示去做这个预防的代志，吼，莫从啊，这我无发烧啊，我无破病啊，我甲迄个病人无足近距离的接触，哦，我的风险无足悬，所以我啥物拢唔管，安尼是足危险的，对。所以有一支电话真重要吼，1922啦，1922哈，但是伊。即马是听讲有一天有几万人去敲伊个电话啦吼，所以有时阵是会敲袂入去的吼。啊，若是讲敲袂入去，你有真正有需要去联络卫生单位，你嘛会当直接找恁所在卫生局、卫生所、卫生局拢会使吼，拢会当家己做安排。啊，你若是你是足烦恼吼，想要了解阮的武汉肺炎的。一寡资讯吼，啊，佮有像你想要了解伊有啥物镜头，吼，还是讲即摆已经是啥物状况吼？咱的迄个网站吼嘛，拢有写得足清楚的，拢有当去家己顶观查，对，所以拢免烦恼，阮拢有足公开、足透明的资讯，互你会当去遐查。有影吼，台湾就是做到即地真焦稳，然后透明，无像咱这个。我感觉这是台湾甲中国比起来差上济的所在啊。有影吼，咱讲到其实。咱有这个备案例啦吼，就是讲啊，观众朋友嘛可能想要知影，讲这个备案例，咱该治疗这个方式是啥物？甲过去咱处理这个肺炎有啥物无共款吗？其实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吼，伊嘛是一个病毒，所以甲 SARS 甲其他的病毒肺炎，其实是镜头是就亲像阮书中讲的是，拢差不多啦吼。但是有一寡人，即马是感觉可能有15%甲20%的人，有可能会有较严重的镜头，亲像伊会喘，伊会袂舒气，啊，像讲需要插管，还是讲需要较标准的治疗吼。但是这若是到阮台湾的病院吼，你其实拢免烦恼啦吼。阮的医生吼，阮的护士其实对 SARS 了后，阮拢有足好的训练吼，所以若是有这款的镜头出现吼，其实阮拢会当来处理。所以而且阮即马8个病人，阮即马已经确定有8个病人吼。那其中啊，只有1个人有肺炎的镜头，所以其实你即马伫台湾，阮足早就去发现这个病，足早就发现你是这个武汉肺炎的感染，所以咱足紧就会当家己送到病院去做处理。啊，你变较严重的机会就会减少足济，所以其实吼，较早去甲卫生单位通报，莫讲我有镜头，我拢莫讲，啊，结果最严重再来看医生吼。其实较早甲卫生单位来讲，其实嘛是你保护家己，对，因为你较早去病院会当接受迄个治疗，其实是会当互你较严重的机会是减少足济。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防疫啊吼，真正是非常时期有这个非常的这个做法啦吼。咱来看到除了台湾做甲进前以外，咱看各国是安怎来防范这个武汉肺炎吼，这个2019年这个新型这个冠状病毒吼。咱看到面对着这其他国家是安怎来做，咱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澳洲啦吼，等等这国家吼，拢有这个特别。离这个侨胞啦吼，不过咱台湾这个可能有这个其他的因素啦吼，这个侨胞这个名吼，可能这个中国都有另外一层这个思考啦吼，所以目前无伫这个台湾这个部分，目前也搁甲咱的台商吼顾调调啦吼。这个另外的这个语言课程这个部分哦，韩国吼因是甲这个疫情提悬。甲这个境界，这个层级啦吼，啊，亲像这个汉阳、这个首尔等等的这个大学嘛，停止着所有这个语言这个课程。啊，这个咱头拄讲咯，这个预防射是种疫苗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这个澳洲嘛有成功哦培养出来这个病毒啦吼。意思就是讲哦，这科学人员会当来看讲这个抗体会当去这个测验无啦。毋过咱讲这个测验甲人体会当适用吼，可能爱到3个月至6个月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防疫这部分，咱看到日本首相哦，这个安倍晋三吼，伊嘛有头一摆就是成功哦。台湾一定要入到这个 WHO 这个必要性啦吼，啊，伫防疫甲公卫政策这个前提之下啦，爱甲摆拄着这个政治这个场，咱嘛看到小连续伫咧加拿大嘛，小连续来对进程啦吼，就是讲爱甲台湾纳入去着这 WHO 这体系内底，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苏卿姐啦吼，就是讲咱头拄讲着。
侨胞这地啦吼，咱伫台上武汉这地，因虽然这个封城，但是讲过去一个过年前2天啦吼，封城，但是是毋是有效？是可能2礼拜后，就是看见伊这个效果无？对，有2件代志。第一件就是讲，咱封城了后，先啊14天吼，是讲总共因若卖拢无拢出去啊，咱的病毒拢是咧武汉甲湖北，安尼卖出去啊，无叮当，安尼无代志。问题是封城进前，因家己嘛讲啊，500人已经出去啊，所以即摆个一个问题就是讲，封城之外，这500人因去倒位，啊，因去迄个所在，敢有够传出去，我唔知，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所在。第二个就是讲呢。咱即马拄啊讲迄铁桥，我嘛感觉，因为因真过水啊，因讲咱咧台商吼，你免接等去，阮家己好好啊照顾。足恐怖诶！真恐怖，原因是啥？因为有个人讲，你看咧足奇怪，是安吼，主要你也比较讲其他的省市嘛是，啊，佮有其他的国家，拢有即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可是呢，死亡率较悬的所在，就是伫武汉。按讲有一个原因，是毋是可能是讲，其实吼，因的医疗的资源已经无遐尼够啊，因为你医生嘛有限嘛，你人力有限嘛，啊，咱连顾在什么情形？啊，怎你啊？大家拢知影，即马即个病毒的感染，因为伊无药啊，所以伊同主要的照顾方法叫做支持性疗法嘛，就是讲有啥物镜头，有啥物症状，咱互伊啥物款的治疗，互伊有即个体力，有一个即个用家己的免疫的能力吼，啊，甲伊过去。可是当你即马人力都无够，你医生嘛无够的时阵，你就无办法互伊同好的治疗啊，因为就是支持就是真重要啊。啊，这个情况是啥？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变讲武汉这个所在，伊的死亡率是较悬的嘛？吼，啊，做到这个情形是啥？你佫无互阮的人出来，安尼你讲你要甲伊好好照顾，安尼阮就是感觉安尼是不是真正是要照顾，还是其他的原因啦？不过有的人嘛咧讲啊，伊无互伊出来嘛是一个，无一定是一个歹代志，因为你可以看哦，这侨胞出来这个代志，你。每一个国家吼，拢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吼。你讲日本算讲真有吼，真有一步一步来吼，因来接200几个人，就200几台救护车去接呢。是传好势。嘿啊，传甲好势啊。可是共款内底是3个嘛，啊，你莫讲这3个，虽然你即摆有独立的救护车啊，飞轮机共一台啊。有影。啊，所以这个人后摆有啥物情形？咱唔知。啊，你讲韩国。伊嘛去囥一个讲，咱即个人接转来了后，咱来先一个所在甲伊隔开。是。啊，选什么所在，大家拢有意见，互选了迄个就开始迄附近的民众就开始路界动起来啊，吼，啊去抗议啊，迄卡车拢开来啊。是。啊，你看迄个欧洲是毋是接转去了后，去甲伊囥一个岛嘛，吼，就是讲，大家因为接转来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啊，问题另外一个，所以咱来讲，咱若要成功吼对抗即个武汉肺炎吼，除了讲咱。疾管局因做了真好，啊，除了讲咱医生因做了真好，我讲咱民众嘛爱家己嘛爱做真好，是安那？因为第一个就是，真侪人感觉讲我转来，我为大陆转来，恁大家就感觉我应该厝，我现在伫厝，因为咱事实上毋就是毋知你即摆情形嘛，啊有咱即摆真侪证据咧看，你有的人是还未开始发烧，还未开始有症头，你可能就会传出去，啊，你毋是咧厝的甲14天甲隔离完毕，咱再出来，咱家己健康大家嘛好嘛。第二代是其他的民众，我讲咱台湾人有当时啊吼，一定讲叫政府，你若无甲我讲，迄个人伊当时当初迄个台商除了去金巴里有去倒哦，去倒一间去倒买早顿，爱去倒林家bé啊伊做捷运位倒坐甲倒，啊是讲咱迄中华的河米大家吼伊去过什么百货啥拢共翕出来，我总讲你也安尼，因后摆伊也有镜头，伊搁较毋敢出来。有影。因为我一出来，我规家伙啊拢互你挖出来互看呢。啊，我去遐倒，啊，大家厝边对隔壁拢看，啊，就是即间就是即间。总款咧情形之下，是毋是大家拢毋敢讲？你即马咱其他的人吼，互伊愈大的压力，愈想人挖出来讲，因到底是啥物人？因是去倒因即家伙啊是安那？因后摆正敢有遮个人拢毋捌出来。所以咱的民众爱想讲，今仔日咱相信咱的医生。相信疾管局，因即马知影讲，真正有风险，像讲金巴里，伊会甲你讲，因为伊是密闭嘛，吼，大家空气无流通，啊，你甲它坐遐尼久，伊知影讲啊，这有风险，啊，咱甲你讲，啊，有哩
你讲你家己同齐，你公园运动加遮远，敢你敢你就惊？你也知去当初你倒对不对？所以你莫讲啊，你拢敢讲伊咧倒，你就免紧张。爱甲你讲的时候，一定会甲你讲。你要相信你的政府，你的政府毋是中国嘛，你就免惊嘛，你就先安尼。无你愈惊，愈淡仔抢这喙暗啦吼，淡仔想讲一直要是毋是铁家伙人哦？我感觉这对咱的防疫是愈无好。是啦吼，所以这个对政府要有信心，咱这个防疫这个。真正是做较进前啊吼，咱要继续来带大家看讲吼，这个蔡总统哦，伫今日下晡吼，嘛有上新的这个声明，咱先做回来看。对于防疫呢，我们就最近几个大家关心的议题，要求各单位确实来因应。第一是持续落实人流的管理。2月仍是疫情的高度警戒期，具有中国旅游史的旅客，我们会持续的严格监控，在入境的时候强化数据的申报，密切追踪。具有湖北的旅游史的客，更是要落实居家隔离14天，防堵我们疫情可能出现的破口。第二呢，我们也会加强防疫物资的控管，特别是大家最近关心的口罩，在年假后，国内的口罩能够逐步的恢复生产。可以提升到每天420万片，供应量可望逐步的恢复正常。政府的相关部门会以统一增购、统一调控、统一售价的措施，追踪我们口罩的产量跟存量，确保我们国内的供需供应无虞。请国人不要恐慌抢购口罩，我们也会严格查缉囤积跟哄抬物价的情况。那么第三，正确防疫资讯的提供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我要求防疫指挥中心订定防疫行为指引，而且有效的宣导，让国人了解，包括自我健康管理如何进行，以及各种不同的工作场所的防疫的作为，让国人能够正常生活，谨慎防疫。所以针对着这个武汉肺炎，蔡总统嘛上新的这个讲法啦吼，伊就讲吼，这个人流这个部分要好好这个控制啦吼，尤其咱讲这个2月到这个5月哦，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时期吼。另外，大家拢咧抢这个喙癌啦吼，真正啊，搁有这个网络顶，亲像这个艺人嘛发表着这个这个声明嘛吼，嘛引起着这讨论。咱就来看讲，为什么台湾政府要管制着这个喙癌这个原因啦？咱来看讲，咱其实哦，经济部的这个统计哦，台湾平均啊吼。逐日会当生产的这个产量是188万到244万片啦吼，啊，咱看到咱台湾人2300万的人吼，这个家己用都无够啊，搁要出口，可能是这个原因是较无充分的啦吼，所以咱讲，就2018年咱看到这个台湾的喙癌哦，一年出口这量差不多是1.7亿啦吼，咱出口到中国敢若185万片啦吼，差不多。这个1/8尔啦吼，所以一年进口入来咱台湾哦是4.3亿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有9成是来自这个中国啦吼。啊，不过这个今仔日嘛有一新闻，就是讲这个喙癌到底是有经过这个检验，还是无，还是讲是来自这个武汉等等，嘛是引起着一个讨论。但是咱这段看到政府甲咱讲，这是重要这个战略这个物资啦吼，互人安心啦吼。啊，讲这个类数啦吼，一定是有够的吼。同时阵，这个袂当吼，这个国内生产量互吸走啦吼，这是这个咱看到这个喙癌这个部分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医师啦吼，就是讲喙癌伫咧这个医护人员用的是 N95，所以嘛爱民众吼，莫去抢这个 N95啊，留互这个第一线的这个部分啦吼。是无毋对，但诊所主要还是即款外科的。是。啊，外科的喙癌。是。啊，我特别讲互大家注意，就是洗手是较重要。洗手上重要，洗手毋是安尼2分钟，2秒钟，迄真正要洗啊2分钟，慢慢洗，啊一个洗。啊，当然你无需要甲医护人员要开刀房安尼洗，还是讲要消毒来洗，但是你至少爱1分钟啊手一个一闪亮晶晶唱了，安尼就唱一条歌啦吼，唱一条歌，安时间。啊，最主要是。酒精嘛有效，你也无有一个所在，你无，你会使75%的酒精，啊就迄打洗手迄款，迄真好用。是。哦，啊这酒精啊，像我拄仔讲，你要滴喙安前，第一你要去洗手。有影。无你啊，肉的内底放到喙安，你要看家己来。啊你内底垃圾忘了要等的时候了，你嘛要去洗手。是。
好，这阮即摆看迄较麻烦的病人，阮就看一个洗一个手。有当洗甲手会溜皮，洗甲手会溜皮。但是咱讲真正是非常时期，所以咱有教大家吼，有7个这个步数啦吼，来做一寡这个洗手这个案例吼。其实这个洗手，咱家己做就台文版啦吼。台文版是大家会使，若要学台文啊，要防疫吼，做伙来个学起来吼。咱看到咱有做吼，面吼是触手面。触手面的意思吼，就是甲你这个内部吼，先甲触好胶纹啦吼。手盘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外面啦吼，手这个部分外面嘛是爱甲触好清楚。另外咧，这个镜头啊爱交叉啦吼，这个触这个空旁啦吼，就是咱讲的这个镜头啊甲镜头啊，这中间这个空旁爱甲触好清气。另外咧，就是爱硬吼硬。这个硬咯，就是讲这个垫拳头部、硬手面甲关节吼，关节才嘛爱洗好清气。另外咧，触这个大头目啦吼，就是大头目才爱甲伊触好清气。另外咧，徛就是讲这个镜头啊，爱徛伫手面甲触好清气。另外咧，就是这个关节吼，就是咱的这个手部甲这个手腕遮吼，这叫做手节吼，爱甲触好清气。其实40秒甲60秒啦吼，继续咱先请苏庆子啊，甲咱示范一下好无？有影，第一部分就是咱讲这面触手面啦吼，手面内底这个部分触手面，触的触清气。手盘外口，嘿，外口触手盘，车，嘿，就是这个镜头啊，嘿，交叉这个空旁爱甲洗好清气。硬的，就是这个拳头部啦吼，关节甲关节之间，哦，这种爱甲硬好清气，硬好清气。镜头不讲，镜头部嘿，甲紧起来，嘿，这个滑稽头讲啦吼。啊，再整这个吼。指尖啦吼，咱讲这个镜头啊。因为咱指甲遮吼，安尼改洗掉。是，另外就是讲这个手节，要甲手，这个咱手。遮吼，咱你看伊会洗较顶悬起来吼，因为遮嘛是爱洗，所以这拢爱洗。所以这个洗了。洗了，同重要的代志，毋是咻咻的呢，爱打。爱打，嘿，爱切到。无咧手淡淡，如果去绑着啊，所以洗了毋是咻咻的，切互打。切互打啦吼，所以这个7个步数比这个挂喙炎搁较重要。先甲这个病源吼，先甲洗好掉。咱头拄仔这个医师嘛讲着，酒精也好，这个75%的，另外打洗手，这拢有效啦吼。啊，上重要，咱若是无这个物件，咱就是去照常洗手，40秒至60秒啦，爱甲洗好清气。另外，咱要讲着，就是讲这回。咱看到这个预防车，咱嘛有讲到吼，隔离的这措施，咱嘛其实做甲真好啦吼。啊，若是无讲到这个本土案例，若无搁继续，咱台湾是毋是安尼就防疫成功啊？迄个疫苗吼，我特别爱讲一个，无遐紧啦，无遐紧，因为吼，你即马知影病毒呢，啊，伊爱经过人体试验，爱过先动物试验、人体试验，啊有时间可能会拖。有可能吼做一种。战备的疫苗都是给医护人员用的啦，啊，别人普通人袂使用。是，你若普通人要用，你都要经过3级的那个，那个足久啦。测验啦吼。所以还是防疫就好。防疫最重要，就是预防比较重要，现在能够做得到啦。那我特别要讲到口罩哈，应该是必要的时候才戴啦。必要时阵才戴。像咱拢坐遮远嘛。啊，我实在是气喘的，不是太热哦，啊，我恁惊到。是。啊，但是我想我还是要戴啦哈，如果我在路上，因为别人不知道我在扫嘛。但是你若除非讲你伫真密闭的空间，啊，座位阁有一段时间，是，吼，你啊，还是讲伊的医生一天爱看100外个病人，唔知啦，你无看这无？啊，迄款则需要，还是讲你做警卫，是，啊，逐工啊，侪人要，迄款有需要。啊，你若一般人其实是无需要，因为这无社区的迄落嘛。感染的。啊，你讲400万片哦，一工会使做到400万，有够无？你若大家拢去抢，一人抢10个都爱偌济，都爱2亿个，嘛，2亿个，啊，那我多。所以有需要会使用啊，预防的观念吼，知识啦比口罩重要。有诶口罩你怎呢？挂在鼻仔下，鼻仔都甲流出来。唔是啊，遮有空，遐有空，啊鼻仔流出来，啊你安尼以为说有口罩就安全啊？还是完全错误。洗手比口罩较重要。是。唔通乌白蒙，啊无必要就唔通去
迄个公共场所啦，真有天唔能去啦。有影吼，咱讲到这个嘿，姿势比较重要啦。啊，口罩是必要的时候再用，你唔需要的时候唔讲必要啦。需要的时候再用。啊，这种去抢口罩是唔对啦，袂使去无需要去抢啦。啊，医护人员无这个问题，医护人员用的，咱拢有储备。是。医护人员迄个衫啦、帽啊啦，还是烟酒，伊病院拢有。迄你要买没有买袂到。是。有啊，所以迄唔免迄放心，咱医护人员会使放心啦。我托你做宣传啦。啊，但是都爱甲民众讲吼，你唔通自私吼，到无去害人啦，迄无需要。你互迄个有需要的人去用安尼啦。有影，咱讲即阵即个超商吼，一个人会当买3个哈。我看网络顶有个人佫是即个可能一路啦吼，即个超商大家一间吼先扣3个，第二间佫扣3个，真正无必要啦吼。真正是哦，洗手，咱头讲过，洗手是同重要啦吼。就是讲咱即阵即个医护人员，还是讲咱即个防检局，还是讲这个疾管署，其实拢当甲真好啦吼。啊，其实咱头段嘛讲到，咱疾管署伫咧这个过年期间拢无休困吼。其实咱有分做几个这个站处吼，有这个国际这个疫情去甲这个吸收这个部分啊，咨询这个部分。国内咱佫有做到这个病床的这个安排吼，佫有啥物？社区的防疫就是亲像吹风，啊，佫甲大家宣传这个工课，佫有民众啊是需要隔离，啊隔离的民众若需要去卫生局啊联络卫生局，还是去病院，遮阮的拢有专门的人去来做这个政策的安排，所以大家是免烦恼。那就亲像讲，若是真正有病人愈来愈侪，安尼病院阮嘛是拢有来开始准备，需要的病房，需要的设备，阮即摆拢开始伫调查，伫准备，若是无够，咱紧来准备。若是真正有病人的时阵，阮就免烦恼，对吧？啊，但是真正是亲像咱书长讲的吼，就是即摆也无社区的感染，所以大家是免遮紧张，啊，吹风就免遐烦恼。你会当买，但是免讲一人爱买1箱、2箱、3箱，放伫厝里。莫囤的啦。对啊，莫讲一天24小时我拢会挂吹风，安尼是真正无需要啦。你去人侪所在，你要去坐高铁，啊，你若讲免去病院，啊，你讲要对吹风，安尼是会当。但是其他的所在无需要的时阵，你就甲吹风先醒起来。那真正无幸，我们以后迄已经真正是变严重的时阵，迄时阵才是真正你需要做吹风的时阵。即摆你会当先买一寡藏起来，但是免一直用，一直买，是真正无需要。真正吼，对政府要有信心啦吼。不过咱讲到这个公共这个空间较歹去的，咱看到这个国际这个册展啦吼，这个册这个展览嘛要甲取消，咱看到这高雄这个马拉松吼嘛有取消啦吼，所以咱伫咧公共空间。也是个大型的活动，伫即站咱嘛先甲动起来吼，苏小姐。其实是昨专家在咧讲，其实吼，以咱台湾即摆的情形来讲，其实你若正讲要办这个活动嘛是会使，因为咱根本就无社区的问题啦吼。那是讲有一寡人歹去，什么寡人歹去的？第一，总讲你吼有进前啊，你为大陆转来14天内，咱本来就爱较注意嘛，你莫去嘛，你因为人你较晚才去算就好吼，啉14天。啊，第二种人就是讲吼，有个人咱知影即届吼，即马天气较冷，嘛是咱流行感冒的时间，所以总讲你也是本来有种重大疾病啊，还是你年岁较大，你免疫力较无好的啦。咱这段时间咱嘛莫去到6日啦吼，6日嘛是会使。咱明明就毋是，咱佫无社区感染，啊，咱感觉什么代志拢免做啊，嘛免安尼啦。啊，国际书展吼延后即件代志，嘛是讲因为有个国家像韩国什么，因为啥物咱就干脆讲家延后。无事实讲吼，总讲伊毋是咧，大家想讲人的客人吼，因为嘛知书展成立无啊，不是。是讲本来是用办啦，可是咱是较
真谨慎啦，吼，谨慎啦，所以讲咱无办，可是免因为即件代志，大家就讲啊，咱啥物今仔开始，啥物代志咱拢免做，拢用做。吼，咱即要来元宵节，吼，后灯会，你身体的健康，你无去过啥物所在，你无接触着患者，恁厝的无为中国来，你拢会去参加。吼，因为有办，啊，可是就是你有任何的症状，啊，你有任何的旅游史、接触史，还是啥物，你会记得，你要家己隔离，家己出管理有问题敲电话。安尼莫讲，才讲的明明人你食米粉，咱是来烧啥咧？是咧，一直烧嘿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中国，其实因嘛是真惊吓啦吼，因这个。最这个口号，亲像这个文化大革命啦吼，因有的人讲，今仔日世界去串门啦吼，啊明仔载肺炎找上门啦吼，就是安尼啦吼。但是咱台湾目前也无这个本土的这个案例，其实咱真正爱肯定咱台湾所有这个防疫人员吼，伫第一线人员，啊尤其咱嘛有这个第一线这个医师，啊过去咱嘛有这个抗SARS的这个经验啦吼，啊咱台湾这回伫咧这个部分啦吼，会当。真正该伫外口都甲扎落来吼，是爱对咱的这个政府有信心，对家己嘛有信心，民众的观念尤其爱这个清楚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4位来宾做回来对话，做回来讨论，嘛希望咱这个疫情吼会当来继续控制。今日感谢大家收看，感谢。